喺個電話度各自寫低可能你覺得估係乜嘢，跟住個排名係乜？係咩？估排名咯，1、2、3，係啦。咁冇牙籤咁體貼嘅，用手啊！喂埋俾你食好唔好？第一個嘅蓮蓉味好香啦，但係咧個蛋黃咧就好細，各分唔勻啦。跟住咧第三個咧個蛋黃就好大啦，但係冇乜蓮蓉味。第二個同第三個好似，第二個食湯名冇乜特別。我食完啦。我想食個有奶黃，唔係想食個蛋黃。我覺得要食晒先知喎。我覺得第一個係最好食嘅，因為佢有蓮蓉味啦，跟住第二個冇乜味啦，跟住第三個有少少蓮蓉味啦，係完。我想食黃㗎。第三個最好食，第一個冇味。3、2、1。最右邊都係啲經典嘅，我好明顯係蓮蓉月餅，最尾會係蛋黃，更加係雙黃。最好食都係第一個，最有蓮蓉味。第三個都 OK，淡淡地。最難食嘅第二個。第三嚿係最好嘅，第一嚿咧我覺得太過重味甜啲啦，呢個第二嚿咧就淡，但反而好硬淨，咬極都咬唔開。第三嚿咬得開，同埋佢個甜味係比較適中，同埋食落去嗰個蓮蓉嗰個餡係個味道係輕咗啲，同埋個蛋黃都係呢兩個好啲，同埋個感覺呢兩個清新啲，冇咁有陣重味啲嘅感覺。本身呢樣嘢已經好流，再加埋佢個好 heavy 嘅味，更加唔想食。我而家食第一嚿啦，呢個黃係非常之大嘅，有啲乾。而家試第二個，呢個比較濕潤，呢個個樣就同前面兩個差唔多。呢個好似比較 balance 啊。